大家好，我係國大道，咁就歡迎收睇今集影片。咁就先睇翻今個星期新四支交即時訊息。星期嘅早市訊息咧，我哋講到啦。咁就期指上星期五啦，已經收穿小時嘅大支持啦，初步轉弱信號嘅。咁就下方支持先睇235至236呢度，預期接近現貨小時嘅大支持區啦，相信唔會一次擊穿嘅。咁呢個週期方面啦，預期週中前後會出現週期低位啦，屆時先至考慮部署好倉嘅問題。咁就五線息，早時期指窄幅震盪啦，有些少假跌破嘅味道啊。咁睇嚟會反攻一次小時大阻力238至239啦。預期反攻過後呢，再次回落嘅。星期二嘅早線息，咁就星期一期指最低見到235至236嘅支持，同樣迅速反彈啦。隨後企上小時嘅大阻力，再次走強嘅。咁現時上方嘅阻力咧，先睇24至244啦，下方支持239，預期兩區之間震盪整合再出方向，其後出邊咧潛在波幅約300點嘅。五線息，早時期指最低見到23930啦，觸及上升軌，呈收窄三角，待破邊之後咧走300點嘅波幅。星期三嘅早線息。星期二嘅期指啦，收穿上升軌啦，及後反攻不成依線而落，大戶手法相當工整啊！咁就收穿上升軌咧，量度跌幅目標236至237。如果有淡倉嘅話咧，應該考慮收割啦。咁亦都如星期一所講啦，現貨同時間接近小時嘅大支持區咧，預期呢度有強大支持，大場沽嘅角色咧，睇嚟仲未適合參演嘅。五線息，早時期指預期回落，最低見到23621，完成我哋嘅目標23620，可以計算嘅話咧，都到咗啦。咁而現貨咧，亦都同樣到咗小時嘅大支持區啦。就算唔做好淡倉嘅話咧，都要收割㗎啦。咁今日順應週期低位啦，亦都有啲説話應該係順境嘅時候先至容易入耳嘅。我成日都講不要迷戀週期預測。咁其實點解咧？因為其實我哋成日用形態、用數據分析啦，係可以見到資金嘅流動嘅。咁即係話大戶嘅部署咧，我哋見到清楚嘅。係啦，咁我成日都講一樣嘢，只有錢咧係唔會呃人嘅啫。咁我哋見到大戶嘅動向嘅話咧，你去做嘅話，會安全過純粹週期預測。即係好簡單講，週期預測我哋可以用好多方法去計嘅，就例如去用江恩去計週期啦，又或者時間週期去計啦，甚或有一啲玄學去計。咁但係呢週期預測咧，純粹一種預測，而係冇資金去部署。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嘅話咧，我會睇大戶動向、資金嘅流動形態，信多於去週期預測嘅。係啦，即係週期預測，我哋純粹推估啦，或者係一啲可能唔係好科學化嘅理論去計。係啦，咁但係我哋用形態、用資金層面去睇過咧，係一啲好實際、好理性角度去睇。咁所以如果你問我，我永遠都係將個現況咧係優先過週期預測。所以我成日都同個會員講，可能你見到週期預測呢一 part 好準嘅，係啦，又或者就算冇話好準啦，7、8成準嘅話咧，但係你都唔好純粹按住週期預測而去做操作，係啦，咁就所以就會有咁嘅睇法啦。咁另外星期四嘅早訊息，星期三嘅期指完成跌幅目標啦，隨住夜期咧亦都沿下降軌滑落，未有轉強，現貨已經觸及小時嘅大支持區啦，去到呢度咧理應該要打彈嘅。咁但係真正轉強嘅話咧，期指必須先企翻238啦。五訊息，早時期指續跌啦，週期低位過後未有如期出現反彈，隨後收穿下降軌，甚或現貨小時嘅大支持區。咁期指現貨走勢咧一致明確轉弱，下跌目標先睇230。星期五嘅早訊息，咁就星期四嘅現貨開市早已經收穿咗小時嘅大支持區啦，隨即一瀉而下，呢度亦都由支持變咗做阻力，唔企翻上去係弱勢㗎啦。咁就星期四嘅下晝亦都提及咗期指目標先睇230啦，夜期我哋最低見到23104，目標接近㗎啦，預期開始有若干反彈，短線嚟講咧，企上234咧先有轉強可能。五訊息，早時期指預期反彈啦，暫時企234嘅，短線初步轉強，唔再收穿一直位置。而現貨小時嘅大阻力區咧喺2364到某一個位置啦，亦都開始接近㗎啦。如果有搏反彈嘅話咧，係要考慮開始收割啦。中線做好嘅話咧，係必須企上先至考慮嘅，係啦，咁就大致咁得啦。
OK，咁就睇下上證先啦。咁上證我上週都講咗呢種形態咧，睇下先啦。5、4、3、2、1倒數睇翻。OK，咁就我哋見到個形態咧越嚟越似想做雙頂形態啦，係啦。咁就見到今個星期咧基本上都係震住落啦。咁另外睇翻呢支燭身上星期五呢支陰燭咧極點位置一路都未企上啊，咁個走勢一直都係偏弱。咁而家我哋都見到咧隨而落㗎啦。咁喺星期一嘅時間咧出支陽燭比較大啲，咁但係星期四嗰支燭身咧已經收穿咗佢個起點位置，係啦，所以個走勢咧繼續偏弱。咁而家咧基本上係層層落㗎啦，由上次嗰支陰燭可以去到呢支陰燭嘅極點位置，係啦，即係如果假設有阻力指數淡倉朋友嘅話咧，咁就呢支燭身嘅極點一路唔企上去嘅話咧，都係偏弱嘅走勢啊，3386，咁就之前都講去到嘅位置啦，大概3340度啦。係一條頸線嚟嘅，如果收穿嘅話咧，計翻跌幅目標，我冇記錯應該係講3270度啊，32707約莫又係呢條紅色線，係啦。咁所以下星期翻嚟嘅話咧，預期走勢都係繼續持續偏弱㗎，係啦，震住落啊。咁就如果去到呢個位置嘅話咧，應該都係會妥㗎啦，係啦。咁但係我認為咧，完成跌幅目標機會咧，應該會逐漸提高啦。咁都講啦，如果介紹轉強企上3386啦，係啦，甚或啊要突破到呢一區，係啦，3390至3420，我哋見到暫時呢一區咧都受壓咗好耐㗎啦，試攻2次都不成啊。咁睇下仲有冇機會試第3次。咁但係短時間嚟講嘅話咧，我都傾向繼續落嘅機會係比較大啲，係啦，咁就大致咁得啦。OK，咁就睇下道指先啦。咁道指我哋見到喺星期四嘅時間咧就冇事嘅，係啦。咁我睇睇先。咁上週講有個形態咧，咁喺上週五嘅時間出支陰燭，係啦。咁呢度疑似假突破㗎啦。星期一嘅時間咧曾經試過反攻嘅，呢支陰燭極點位置咧曾經試過攻穿，但係收市企唔上，係啦。咁有一個好嘅教材啦，係啦，攻穿咗個陰燭極點，但係企唔上去。咁隨即個走勢咧都係持續偏弱。咁其實可以見到今個星期咧個走勢啊，咁就喺道指攻咗上去，留翻支上影線，隨後3日都係留支上影線，係啦，基本上去到呢個位置咧層層受壓啦。咁我成日都啱完整版影片講咗。咁我成日都講就一支燭身咧代表一日嘅故事啊，係啦，你可以見到呢個星期咧基本上係一去到嗰個位置咧都係留支上影線。亦即係話去到呢啲日內時間咧，都係沽貨沽翻落嚟嘅，係啦。咁喺呢個裂口區咧，係啦，紅色裂口區前度裂口冇影嘅阻力㗎，係啦，去到又沽翻落嚟，去到又沽翻落嚟。咁現階段嘅走勢咧都係偏弱㗎啦。咁呢種形態都講有機會啦，畫緊個頭肩頂，甚至畫緊個雙頂，係啦。咁暫時完成咗升幅目標咧，係啦，反彈目標43000嘅話咧，未有形態可以見到再上幾多。係啦，反而見到一啲開始逐漸做頂嘅形態比較多過做底嘅形態，係啦。咁所以如果有做咧指數倉嘅朋友嘅話咧，要留意下啦。咁現階段咁睇嘅話咧，我傾向做雙頂同頭肩頂機會咧，逐漸越嚟越大啦，係啦。咁就係啦。咁我哋睇翻下方支持，暫時要睇咧裂口啦，418度啦，係啦。如果418收穿嘅話咧，咁雙頂形態咧會都越嚟越大嘅機會，係啦。咁就對嗰個啦，如果要企翻上去轉強嘅話咧，要企翻上428先得，係啦，咁就係啦，大致咁得啦。OK，咁就睇下納指先啦，咁就納指睇睇先，係啦，1、2、3，係啦，上週都講咗㗎啦，有假突破嘅形態出現咗啦，咁個走勢應該會轉弱嘅，咁但係星期一嘅時間曾經想反攻啊，反攻呢條上升軌，咁但係企唔上去啊，咁隨後3日咧都係窄幅震盪，喺星期五嗰支燭身咧比較大少少啊，咁但係個走勢咧仍然係屬於偏強，咁只能夠咁講咧，假突破出咗，係啦，咁但係個走勢咧不至於太弱啊，係啦，咁要做一組弱嘅形態咧，暫時啊。如果係要轉弱嘅話，我諗佢要收穿翻呢一條線啦，有冇19350嘅位置啦？如果收穿嘅話咧，假突破嘅形態先至會更加明顯。咁就否則咧，佢都窄幅震盪咗一段時間㗎啦，係啦。暫時有冇向上形態睇咧？咁睇唔到啊，係啦，暫時睇唔到一個向上形態，只係講咧有機會畫個小收窄三角，係啦。小收窄三角，咁但係計翻個升幅目標咧，都係講緊348點度嘅啫。儘管佢就算可能有機會企上196，
如果196企得上嘅話咧，望都係望到2萬點度嘅咋。咁但係咧，我傾向開始逐漸做頂形態機會比較大啲，係啦。咁就但係如果要明確轉弱嘅話咧，至少收穿翻192、193先啦，係啦。咁只係講佢而家開始咧，慢慢等緊形態，係啦。咁現階段入場嘅話咧，就有啲無謂，係啦。即係如果你話形態去計算跌幅目標，睇唔到，係啦。只係推估佢有機會做，係啦，頭肩頂，係啦，左肩會唔會喺度頂部咧？跟住拉個右肩，係啦，係有呢個可能性。咁但係咧，一日未落翻去頸線位置嘅話咧，呢種形態都係推估嘅啫，係啦。咁所以就咁啱講咗啦。如果小收13角，企196就睇2萬點嘅啫。咁如果假設佢收穿翻194嘅話咧，都係睇到19,000點到，係啦，19,000點到。咁所以現階段咧，我都傾向窄幅一段時間先，係啦。咁就係啦，大致咁多啦。OK，咁就最後睇下費城半導體指數啦。咁就之前有講佢出咗假突破啦。咁隨後星期一嘅時間咧，佢收市企翻上條頸線位置啊，假突破形態消除咗啦。咁但係隨後係啦2、3、5嘅日子咧，佢都仍然喺高位係徘徊緊、震盪緊啦，係啦。咁但係現階段睇嘅形態會唔會有機會係咩形態咧？咁暫時睇有個2個可能性啊。咁會唔會做緊個小雙頂咧？呢大個啦。會唔會做緊一個小嘅上升旗咧？係啦，呢2種形態。咁如果假設啦，做小上升旗嘅話咧，咁佢要收企到5300，係啦，收企到5300啊，咁個目標就睇5500左右，係啦。咁如果假設做小雙頂嘅話咧，佢要收穿5100，咁就個下跌目標咧大概4900，係啦。咁現階段咁睇嘅話咧，2種形態都有可能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如果就純粹按形態計嘅話咧，可能偏弱機會可能比較大啲啊，係啦，因為始終星期5支燭身就比較陰燭可能大啲，咁但係佢都不至於太弱計咧，佢有個上影線托翻上去，咁現階段咧都大概5波度啦，係啦，頂盡都係講64嘅，咁所以現階段咁睇過啦，形態推估我認為啊有機會做雙頂可能大少少，係啦，咁就係咯，都係。如果你話好絕對邊做好嘅話，睇唔到啊，係啦。咁只係講，如果好想做咧指數朋友嘅話咧，留意翻2個位5100、5300，係啦。收穿某一個位置就去另一個目標，係啦。暫時見到小形態，如果要大形態嘅話咧，可能要落翻去呢啲位置咧，先至有機會睇，有機會做頭肩頂啦，係啦，甚至一個唔平衡嘅雙底形態。咁大形態要去到呢啲位置先睇到，暫時只有小形態出現啦，係啦。咁就係咯，大致咁得啦。OK，咁就最後少少隨心分享啊！咁就錄音嘅時間咧，依家暫時喺外地啊，咁就順便錄埋一段音咧，俾馬女聽都啱晒，係啦。咁近排咧就睇 YouTube 咧，就有個即係經常翻大陸拍片嘅 YouTuber 咧，就話自己喺上面做生意，咁就輸咗70萬，係啦。咁隨後俾人踢爆咗咧，原來佢冇輸咁多錢嘅，即係輸幾萬蚊咁計，係啦。咁就即係成個故事咧，都係為咗博流量咧而去講大話嘅。咁隨後佢啲片之後咧，下邊都好多人留言都係話呢 YouTuber 即係呃咗佢啦，呃咗佢真心真意嘅支持佢啦，係啦。我成日都同我個女講咧，係啦，呢個世界咧叻人實在太多，係啦，但係真誠嘅人咧其實冇幾多個。即係如果你係一個有錢佬嘅話，你揀一個真誠嘅人咧，定係揀一個叻人咧？我諗佢會着重於偏向揀一個真誠嘅人多啲，係啦。即係好似喺網絡世界 YouTube channel 咁多個，係啦。我點解要聽一個講假資訊，係啦，假信息嗰啲人咧，係咁係咯，所以呢個係重點嚟嘅，係啦。咁就係啦，今次分享大致咁多啦。我最主要都係錄俾我女聽，因為佢而家喺我隔離，係啦，係啦，咁就大致咁多啦。OK，咁就最後都係補一段啦。咁我依家去咗沖繩啦，其實我就第5次去沖繩啦。咁其實5次咧，我都係住同一間酒店嘅，係啦。點解會咁忠誠咧？咁事緣咧，我第一次嚟沖繩嘅時候咧，我住靚酒店咧，其實我 book 係平嗰邊嘅。咁我當時係 free upgrade 咗去咗貴嗰邊啦，即係佢有2邊 tower 嘅，係啦。咁去貴嗰邊，咁隨後基本上係2、3、4、5次去沖繩咧，都係住貴嗰邊嘅佢嘅酒店嘅，係啦。咁所以點解我講一定要係即係你去沖繩咧？因為你往往8-2法則咧，係啦。
你80% 嘅生意咧，往往係嚟自嗰20% 嘅堅實嘅客戶嘅，係啦，即係好似呢間香公司，你個銷售業績咧，你80%嘅業績咧，其實都係主要嚟自20% 嘅 top sales 嘅，係啦，即係所以如果你唔去即係尊重翻你嘅粉絲，又或者你嘅支持者，係啦，你唔去真誠去對待佢嘅話咧，你想搞好個 channel，或者想搞好你自己嘅品牌口碑，係唔會搞得到嘅。係啦，OK，咁就今週視頻完結㗎啦，咁就感謝大家觀看。中意呢段視頻朋友請你俾個 like，未訂閱朋友請你嘅訂閱，覺得有用嘅請你分享俾你朋友啊。咁就完呢班視頻咧，繼續睇美匯就恒指嘅，歡迎各位參與我哋會員制度啊。其實都想講就係10月咧，我都基本上唔係太睇好嘅。咁大家都可以見到就今個月咧都曾經試穿過17,000點啦。咁另外喺10月嘅月報入邊，我哋用週期分析啦，我哋都預測到9月尾咧結束弱勢週期嘅，之後會進入反彈，強勢去到上旬嘅時間嘅啫。咁之後隨後再次展開弱勢嘅週期嘅。咁低位潛在出現喺月尾嘅時段啦。咁我哋見到就約莫喺上旬啦，喺12號見咗高位之後咧，咁出咗粒黃昏之星啦，個市就之後下跌嘅。咁其實咧喺每個月嘅月報入邊啦，咁就都清晰可以見到我對恒指咧其實係一個中期嘅睇法嘅。咁其實喺今年嘅4月嘅時間咧，咁當時都講過就係潛在出現頭肩底嘅形態嘅。咁當時頸線約莫喺20700，攻得穿睇22600嘅。咁但係有一個隱憂就係咧，喺22年嘅10月至11月啦，曾經出現過頭肩底嘅形態，兼且完成量度升幅目標嘅。好少時間咧會出現一個同一個形態，係啦。咁所以建議咧，每一次嘅反彈都係走貨機會，且行且珍惜。咁另外喺5月嘅月報有提過㗎，咁就當時啊4月就講過。又出現頭肩底，究竟會唔會有成功呢？咁就喺5月嘅時間有提到啦。而家身處一個大型嘅下降軌道啦，兼且已經係跌穿咗前底形成嘅上升軌。中線嚟講呢，走勢係比較偏弱啲。咁只有攻穿呢大型嘅下降軌道呢，先至有中線轉強信號。咁而喺4月嘅時間呢，我哋見到已經出現一個小雙頂㗎啦。除非突破207至208，否則量度跌幅目標呢19140。咁喺6月嘅月報入邊啦，咁就有提過，繼續身處大型嘅下降軌道啦。中線嚟講走勢依然偏弱㗎，咁只有攻穿大型下降軌道先有中線轉強。咁另外已經收穿綠色橫行支持區，呢度已經成為阻力啦。除非有強大嘅購買力，否則短期內攻回嘅機會係不大。另外我哋用翻個形態分析啦，之字形嘅形態 AB 等於 CD，量度跌幅目標17,000點，亦都喺今年嘅10月咧完成咗㗎啦。咁其實可以見到就係4、5、6月咧，都開始見到我都幾睇淡嘅大市，係啦。咁但係個市咧，其實基本上就慢慢碌落去。咁暫時咧10月完成咗我哋其中一個大嘅目標㗎啦。參與申請資交嘅朋友咧，咁就會喺每個月嘅月頭啦，會發放一份月報去俾翻會員嘅，會有翻當個月嘅預測啦。咁喺2022年嘅2月，當時佢提供咗一隻全年最佳做淡目標股票啦，2382，當時嘅股價200蚊，我哋又提翻個目標咧70蚊，亦都喺同年係完成咗呢個目標有突㗎啦。咁另外喺12月嘅月報啦，我哋有講過，恒指出咗兩個形態，第一頭肩底計翻兩道目標咧21680，止蝕位16830，另外有提過。亦都有一個向下收窄三角22500。喺1月嘅月報，我哋將資料再重新講多次，重要嘅説話講多次嘛。再提多次頭肩底嘅目標21680，向下收窄三角目標22500，通通都喺1月完全完成晒㗎啦。咁而週期分析咧，亦都講過走勢係偏強，高位震盪至下旬。農曆年後翻嚟開紅盤機會稍高嘅，咁我哋亦都見到順利喺2023年1月咧係翻到嚟開咗紅盤高開嘅。咁而呢啲所有嘅資訊咧，通通都喺月頭係啦，收星之交會員咧都知道晒㗎啦。咁就喺 Patreon 開咗新嘅 channel 啦，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嘅話咧，可以經 Patreon 參與啦。咁再次感謝參與星之交嘅朋友啊！